弟兄兄姐，大家平安。请大家备办心，三甲来敬拜上帝。全地拢得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唱歌学了伊的名的荣光，用学了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全地要敬拜你，吟诗学了你，要吟诗学了你的名。请大家三甲来吟圣诗第133首，信徒就来吟诗，信徒就来吟诗。哈利路亚，阿门。基督做王治理，哈利路亚，阿门。大家同心同声，做情学了尊名，主稳定的称声，哈利路亚，阿门。圣诗第133首，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咱大家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圣诗头前的13页，咱做伙。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
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请大家掀开启应文第30篇。启应文30篇就是诗篇的121篇，伫圣诗后面的1053页，1053页。那显着咱大家来交托上帝的话。我抬头看山，我的帮助对上主来。伊袂互你绊倒，你的保护者袂困眠，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眠，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体做营养的保守你，日时日头袂伤你，年时月嘛袂害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伊会保守你的性命，日出日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到永远。请大家下头来祈祷。怜悯的天父上帝，若无你毋愿世人中有一人沉沦，互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拯救，阮就无法度伫今日来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顺叹上帝旨意的主耶稣，你在阮心的软弱无气力，伫要行十字架受难的你，有缘为阮求爸将圣神赏赐予阮，诚做提醒教导阮捌上帝爱阮行出的方式。真理的圣神啊，你伫阮的身边，不时提醒阮，互阮知罪。伫阮艰难逼迫的时，你奇妙的能力会解换阮的念头，互阮突然明白，阮可能是过头挂虑，或是过头注意啥事，直到找袂到平安。你将真理放伫阮内心，互阮借着你的话，重新得到勇气甲气力。阮要感谢了你，主啊！阮知阮本身的软弱，伫经历顺境，阮伫不觉中就会看家己较敖。袂记哩你的恩惠，受家己心内私欲管辖甲外在环境的影响，渐渐偏离你的道路。求主感谢阮，伫阮有歹念头、歹所行的事，帮助阮回心转意、悔改黄你，互阮无阁继续沉沦。求你互阮踮伫你内面，倚靠你的大权能保护阮，通拄着一切的歹。也求你帮助阮，无论断别人，因为阮毋是全能全知，阮无法度知影一切的事。求你伫阮心思想要论断人的时，你提醒阮，阮也是同款的微细，互阮伫你面前谦卑，诚做你喜爱的款式。阮教会下半年过来逐项事工，求你将你的心意显明伫阮，亲身带领阮来行。互阮西湖教会伫即个徛起的所在，诚做你所喜爱的器具。也求你帮助今日无法度来到会中的兄姐，有你的圣神甲因支持，互因无论是出外旅游，或是因为工作偏盘，拢通出入平安。身躯破病，也是心灵艰苦的，求你医治的大能，互因恢复健康。愿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下面咱今仔日圣歌队要献的诗是《耶稣世间喜乐盼望》。
下面要讲授上帝的话。今日的圣经记载伫新约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18节，和合本伫新约的第274页，台语汉语本伫新约的223页，现代中文译本伫新约的301页。若显着，我来读。结尾来讲，认着点伫主，甲伊溃烂的关联来仰仗。就请上帝全副的战甲，互恁会徛在来拄着魔鬼遮的诡计。因为咱的交战，毋是拄着血气的，就是拄着遮的办证书的、遮的掌权的，甲即个暗世遮的君王，以及天中派的神类。所以恁着用上帝全副的战甲，互恁伫风险的日拄当会牢。到恁已经做成拢总的事，也悠然徛在，所以着徛起伫用真实下药，用义做护心镜，用和平福音的臂膀穿伫骹呢，搁着野神的盾牌，用即个才会拍灭歹的一切火箭，搁领受拯救的头盔，以及神的剑，就是上帝的话。用逐样的祈祷甲恳求，时时伫圣神内祈祷，警醒伫即个，为着拢总的信徒恳求无野先。愿上帝赐福顺趁伊的话的人，愿阳光甲娱乐归伫伊的性命。今日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清治全副盔甲。咱请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有几若礼拜拢去看以弗所书，咱到伫以弗所书的第6章，也到伫最后的一段，就讲到咱爱穿上帝全副的战甲。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互阮会当搁一遍来到伫主你的面前，阮做伙组织来敬拜你，阮也做伙来读你所交代阮的话，就是记载伫圣经的话。主啊，阮知你透过圣神亲自对阮的心讲话。你也爱阮透过彼此的分享，互阮来学习你的话其中的奥妙。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亲自带领阮的心思意念，当阮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主啊，你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都会当白白得到利益，得到造就。恳求上帝你亲自带领阮，愿祈祷小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拄读到以弗所书6章第10节到第17节，使徒保罗勉励咱已经领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咱爱倚靠上帝的大气力来徛在。并且会当抵敌魔鬼的诡计。当然，伫科学进步的现在社会，我想大多数的人会感觉讲，这个所谓的魔鬼、撒旦、邪灵、魔神啊一类的事，可能甲咱日常生活无啥物关系。可能对台湾人来讲有关系，就是旧历年的7月份，到伫7月份，好亲像这一切的代志，电视、电影，也是广告内底，拢会讲到所谓的好兄弟、好兄弟。
但是除了这以外，实际上对咱现代人来讲，咱会感觉讲这拢是甲咱无关系。但是使徒保罗是提醒咱，其实这一类的事，这是信仰生活中间，咱时时刻刻需要面对的真实的课题，怎样来抵挡魔鬼的诡计？这是1973年电影《大法师》的海报，这个大法师的海报顶面，我毋知影以前是安怎，但是即马一开始拢会讲，这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这1973年大法师的电影，这也是即个算作是电影中间，电影历史中间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出名的经典的恐怖电影。好，来听下这。无错，真侪人，我想大多数的人无认为有魔鬼，但是我想无人会否认这个世间有邪恶。可能有人真理性，真注重科学，眼见为凭，科学证据，认为讲这个世间无魔鬼。但是讲到邪恶，我想无人会当否认。其实牧师伫服兵役的时阵，做兵的时阵，迄当阵还未破冬，还未做超过一冬，2年兵的时代还未做超过一冬，佮还未升班长，所以记有一遍，牧师是海防，海巡部，海防海巡司令部，伫即个鹿港的所在，当然鹿港即马已经变做工业区啊，但是以前鹿港，以前鹿港佫有船，佫有迄个即个竹排啊啦、细只船迄走，佫有人伫遐乌即个护迄个麻的迄个曼苗啦每一遍我当然牧师做2冬的兵，敢若拄过2摆的热天。但是你知影伫海边守海防上惊是热天有啥物？热天就有人去游泳出代志，即个水流师啦所以有一遍，阮的班宵阮的哨所边就有即个水流师即个冲来岸边我会记有一个班长伊就甲阿兵哥当然拢会惊对无？阿兵哥因为迄爱等法医来相验，检察官相验所以拢会撑足久有时发现的时阵是暗时爱等透早检察官来相验。所以阿兵哥拢真惊。我是为有一个班长，即个早我一冬退伍的班长，迄当阵已经算老兵啊。伊就甲大家讲：怕什么怕？死人又不会害你，活人才会害你啊！我这句话我记啊真清楚。怕什么怕？死人又不会害你，是活人会害你。所以干是安尼，你若认为这个世间无魔鬼 ，OK， 但是无人会当否认这个世间存在着邪恶，活人有可能会害你。所以二次大战的时阵，纳粹德国，杀死600万的犹太人，也杀死几若10万的吉普赛人。阁有迄个甚至是迄个心智疾病的人，还有同性恋，还有很多很多，甲别人无共款的，因杀了，几若百万人。1970年代末期，即个柬埔寨的即个共产党赤柬，就是高棉，伫高棉即个所在。杀死了100万以上
因家己的即个柬埔寨人，1/5的人口。过来世间有侪的战争、饥荒，搁有社会中间不公不义的代志，甚至人甲人中间活伫真侪的偏见。其实这拢是世上邪恶甲罪恶造成的结果。这就是即个《杀戮战场》1984年的电影1984年的电影有关即个赤柬伫柬埔寨即个非常残忍的即个统治的下面即个讲即个故事，就以下这，所以咱知影实际上魔鬼存在伫人的心中，魔鬼是存在伫人的心中，就是讲怨愤。人因为捌受过伤害，所以产生怨愤。地教讲，互即个心中的即个魔鬼所利用，结果反倒转去伤别人，伤害搁较大，这叫做怨愤。捌受过伤害，所以藏伫心中，然后咧，你去伤害别人，甚至伤害别人，程度搁较大。然后惊吓，咱心中的魔鬼常常也利用咱的惊吓，所以惊咱失去权力，惊咱失去别人的尊重，惊咱失去以前所有的地位，惊咱搁一遍会活伫丧凶的生活，惊食袂饱，惊以后无人照顾，太侪的惊吓。咱心中的魔鬼常常利用咱心中的惊吓，煞互咱袂记起了凡事拢有上帝掌管，爱咱袂记起了上帝实际上是疼咱，爱咱袂记起上帝疼咱，绝对袂放杀咱。然后失志、沮丧。咱心中的魔鬼也常常利用失志，人难免有时阵会失志。你会伫失败的过程中间，暂时你失去了信心，你对家己失去信心，你对家己原本所掠条的梦，你会感觉讲我袂使一啦，我就是无办法啦。我就是程度无够啦，也是讲我就是运气歹啦。魔鬼，咱心中的即个魔鬼，常常利用咱的失志，爱咱误认讲咱家己无够好啦，所以上帝无疼咱啦。这是失志，绝望，失去了愿望。这也是咱心中人心中的魔鬼常常用的一款手段，就是互咱伫困难的中间，煞无办法看到任何改变现况的可能性。你着互咱真正就是无愿意跟拍拼，互咱煞爱放弃。所以就以下这，咱面对着心中的魔鬼这款的攻击的时阵，试图保罗勉励咱爱请上帝的全副的正价来抵抗。这是1984年的一个电影，叫做《魔鬼克星》。就以下这，一般的人感受着讲，好亲像互什么邪恶的势力攻击的时阵，咱所谓的魔鬼的攻击的时阵，
也是大早所讲的，实际上即个带伫咱心中的即个魔鬼的攻击的时阵，一般的人通常有两款的反应。第一种的反应就是直接认输，逃走闪避，用闪避的方式。所以面对着家己个性会软弱的时阵，你选择闪避，莫去讲，莫去想，想讲问题就袂发生。但是咧，同款的问题一直发生，一直发生，同款的错误一直发生，因为你直接认输就闪避。所以当咱面对着咱的个性的问题的时阵，无去想，无去看，无去面对，结果一直发生，一直发生。以前的失败，煞一直恶性循环，一直在发生，因为无去面对。这是第一款的反应，直接认输，就来逃走、闪避。第二种的方式，这是一个反面的极端，就是想讲好啦，靠我家己的气力。靠我的才能，我一定会当面对啦。靠我家己来面对。所以咧，常常牧师捌提起过修养，讲一个人的修养。但是咧，通常当受气的时阵，平常时的修养拢无效啊。这是人一般人普遍会面对的问题，就是讲到个人的修养，用意志力，个人的意志力，想讲来会当抵抗这个负面的事，但是个人的意志力往往一受气起来，起背面起来，什么修养啦，什么靠意志力啦、克制啦，拢无啊，一受气。一发不可收拾，所以靠家己也毋是，只有靠家己，通常也是无效。这两款方式拢是无正确的。为什么？有所书逐周12节就甲咱提醒讲，因为咱的交战毋是抵得血气的，就是抵得这个办证书的，这个掌管的。甲即个暗世遮的君王，以及天中派的神类，落兄弟，咱伫生活中间面对遮的邪恶，其实太多啊！无着你看会到的，看袂到的，太多啊！靠家己无办法，闪避你闪袂去。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上帝的关联关过一切魔鬼的关系，所以上帝一定会得胜。这是保罗提醒咱的，咱莫袂记记，咱过去是靠家己，咱过去是靠这个导向逃避现实，但是咱有一项通靠的，就是上帝的关联关过一切。邪恶的关系，上帝拢是胜利。所以以弗所书6章13节讲，所以恁着用上帝全副的盔甲、战甲，互恁伫风险的日抵挡下条，到恁已经做成拢总的事，也悠然徛在。靠着上帝所收束咱全副的战甲，上帝所收束，这是保罗使徒保罗迄个时代，罗马军队的罗马军团的迄个步兵所穿的衫，有即个盾牌，有战甲。战甲是保护身躯重要的部分，然后有即个头盔保护头，然后咧武器
有即个剑，落去遐说，上帝已经授予咱啥物？上帝已经授予咱基督徒非常实在、好用的装备来对抗魔鬼。第一就是真理。保罗提醒咱讲，咱要用真理做大来下，咱抓条真理，然后咱有正义做台语讲护心镜，其实就是迄个保护咱的身躯的即个即个身躯的迄个形情的即个重要的部位的心脏的即个盔甲。护心镜就是迄个、即个伊的迄个身躯的正面的即块，迄叫做护心镜、护胸甲。然后，保罗讲，咱爱用迄个宣扬和平的福音来称做鞋来穿，宣扬和平的福音。来正做鞋仔来穿，咱若做过兵就知影，即个军靴是真重要迄个一开始做兵新兵，拢会感觉讲，这鞋仔哪较歹穿，颠壳壳啦，但是当你去野外打野外的时阵，去野外操练的时候，你就知影，迄颠壳壳的迄个鞋仔即个陆军的迄个乌色的迄个军靴，迄真啊好穿的，因为你踏着石头嘛袂疼，踢着物件嘛袂疼，甚至咧，足侪人穿2冬，一双鞋仔会当穿2冬，真正会穿歹是啥物？即个服装检查的时阵，为着要互迄个皮鞋黑亮亮的，所以用火去烘。做烘歹去的，我所知影阿兵哥的鞋仔会穿歹，通常拢是为着要，若无就是用即个用小可淡去擦皮鞋，甲迄个皮鞋用歹，若无即个军队的陆军的皮鞋实际上会当穿2冬无问题。鞋仔真重要，但是即个鞋仔是啥物？是和平的福音，递到和平的福音。所以，咱知影，咱爱装备家己，但是咱毋是装备家己，要去欺负人，去挑衅，毋是咱装备家己是为啥物？为着维持和平，这嘛是咱台湾即马即个加强国防的一个重要的口号，咱是装备自己来维护和平，过来咧。信心真做盾牌，盾牌是会抵抗对敌的攻击，但是咱若有信心，其实咱就会当抵抗这个攻击。你信心无够，当然一时人讲一出手就互人看骹手，因为信心无够，信心无够。人随便一句话就甲你拍倒啊！咱随便一个眼神就会当甲你拍倒啊！你敢相信？当你信心不足的时阵，人的眼神就互你惊屁屁喘啊！人的一句话就互你本来信心十足，但是一句话就互你规个人煞无信心去。过来偷窥。这是救恩，上帝拯救，保护咱的上重要的身躯的部分，亲像救恩，因为救恩，互咱性命得个改变。咱若无救恩，咱活伫这旧的性命，无论你安怎冲，安怎拍，拢是会拍输。人爱有救恩，过来上帝的话。真做咱圣神的宝剑，
上帝的话。好，咱汉草真好，体格真好，咱有逐款战争的技术，但是咧，你若无好的武器，你嘛敢若会当伫遐好看尔。但是当咱有上帝的话，咱知影上帝安怎教咱，咱知影上帝爱咱安怎做，咱知影咱所信的是啥物。这就亲像咱有好的武器共款。当咱想要创啥物代志的时阵，咱有上帝的话，才做咱的方向。咱有上帝的话甲咱讲，咱做代志的目的是啥物？咱有上帝的话，通保护咱，莫阁犯着以前的错误。所以为啥物保罗甲咱讲？上帝的话，诚做咱圣神的宝剑。所以，使徒保罗教导咱爱伫上帝的恩典的中间，倚靠伊所守护咱的信心溃力，来对抗一切的邪恶。16世纪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伊把受掠到伫罗马天主教会的领袖的面前。当然，马丁路德伊本来也是天主教会的修士，伊真有学问，所以咧，当伊受掠到伫罗马天主教会的领袖的面前的时阵，受审问的时阵，大家也真尊重伊啦。所以，敢若甲伊开一个条件，你若会当公开声明讲你要收回进前所公开提出的教会改革的建议，你若公开收回，你就无事。但是马丁路德现场就拒绝收回伊进前所提出教会改革的建议。因为伊讲，除非我会当互圣经的证据，也是清楚明白的理性的论证所说服，若无我无可能也袂收回。除非互圣经的证据，也是清楚明白的理性的论证。你看马丁路德，伊所表现的就是伊穿着全副的正甲，伊毋是迄款什么战斗什么的，什么拢去甲人斗，什么拢伫遐攻击就是，毋是。伊强调的第一项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包括着救恩，包括着和平、平安的道理。上帝的话包括正义、公平、正义。上帝的话是真理。过来，清楚明白理性的论证。这讲的是上帝也守护咱，守护咱有一个良心。伫咱的心中，有一个理性，什么是好，什么是为着正人，什么是为着正人的好，什么是疼，这其实上帝拢已经藏伫咱的心中，所以伊较强调圣经的证据，加理性的论证。就是因为安尼，马丁路德伊表现出来，穿着全副上帝所守护的正甲，来面对着逐样的挑战。马丁路德另外一句话也值得咱来思考的，就是甲上帝同在的，就是多数。当然，这句话有时阵互一寡人来误用。但是，咱就爱即句话甲
马丁路德面对着罗马天主教会要求伊收回教会改革的建议时阵所讲的圣经的证据，甲清楚明白的理性论证，当一个人徛掉伫即两项顶面的时阵，实际上甲上帝同在就是多数，也相信上帝会透过坚持伫倚靠上帝的人，坚持伫上帝的话顶面，坚持伫耶稣基督的款式的人，坚持甲上帝同在，毋是对着世俗伫遐随波逐流的人。我相信上帝会互甲伊同在的人变成多数。所以就亲像初代教会本来是受到罗马帝国所困着迫害，但是到后来短200-300年，基督信仰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到伫今仔日犹原是世界上人数上济的宗教。当然，这包括罗马天主教甲新教，咱是即个改革中的新教，加起来，咱犹原是世界上济，就是安尼，甲上帝同在的，就是多数。所以兄弟，上帝是听，所以伊也爱咱彼此相听。所以咱爱承认一项代志，咱的信仰，基督信仰，绝对毋是鼓励斗争，绝对毋是鼓励制造冲突。耶稣基督也教咱爱成做和平的使者。不过，咱基督徒总是有时阵，咱无其他的选择，咱只有勇敢站起来，来对抗迄个存在伫即个世间的恶势力，甚至常常咱也爱勇敢、诚实来面对咱心中的所谓的魔鬼。所以，咱正做基督徒，咱爱确信的一项代志，就是咱有上帝甲咱同在。咱通确信的代志，就是上帝管过一切对敌的势力，也确信上帝最后一定会得胜。所以，愿咱会当时时刻刻牵着上帝所授予咱全副的正教，咱勇敢徛在，咱诚实来面对，无论是社会上的邪恶势力，还是咱心中的一个魔鬼，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听阮的主，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定心来得到提醒。就是上帝，你已经授予阮面对逐项事所需要的正教，你互阮认捌真理，你互阮知影什么是你的福音，你也教阮公义的道理。上重要的，你也互阮你的话，真做上有力的武器。但是主啊，阮常常一面对着问题，阮就倒闪，也是有时阵阮过头相信家己，阮想讲会当靠着家己
就有通来面对一切的代志。但是主啊，你提醒阮，就是阮爱靠着你甲阮同在，也靠着你的恩典疼痛所收拾阮的救恩，甲气力来面对这一切。所以主啊，恳求上帝你将你的话时时刻刻透过你的圣神来提醒阮，来教导阮，互阮无论面对着什么代志，主啊，愿无失志，愿无失去愿望，愿也无藏怨恨伫心中，愿也无因为暂时看袂到未来感觉惊吓。主啊，因为你甲阮同在，有你带领阮，你的气力也关过一切。所以恳求上帝，你互阮会当学习专心倚靠你，互主你来亲自引带。愿安尼祈祷是倚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大家三甲来吟圣诗第551首。好大好大认基督，好大好大认基督，咱互耶稣救赎，战其野权佮愤志，毋准伊名受辱。主带军兵敌对伊，直到对敌降服，定着连连会得胜，万国拢归基督。圣诗第551首，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坐。下面咱要来奉献，咱请玉洁执事甲民兵执事来书献。
请坐。下面我来报告，请大家先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后日8月初8是父亲节，咱祝教会中真侪爸爸的父亲节快乐，也感谢爸爸为咱家庭的付出。第二项，咱明仔载拜一的暗时7点30分，是由谢文姐指挥的金华37室内合唱团，伫中油国光厅松仁路3号要举办金华37音乐传奇音乐会。第三项，咱对9月份开始，每个月第1个礼拜六的上午10点，咱教会会开插花班，咱由江老师来教大家插花，学费是全免啊。迄个花的材料的部分，咱家己来负担。啊，报名咱就秋妹执事来报名。第四项，咱若有探访的需求，也是讲愿意开放徛家来赴现家庭礼拜的兄弟，咱请教牧师也是中职工来安排。第五项，咱鼓励教会兄弟来参与每礼拜5暗时7点30分到8点半的查经祈祷会。咱现主持查经的迄个范围是旧约的创世纪。咱来看咱主会的活动，咱主日的礼拜是上午的10点，圣歌队的练唱是礼拜日上午8点45分。咱拜5暗时的7点半有查经祈祷会。咱即礼拜的读经的经节是创世纪第25章第1节到18节。咱来看圣工的事奉，圣工的事奉的部分，司琴是谢文姐，领唱是吴勇兄，司弦是民兵执事、玉洁执事，交代是燕庆姐甲苏文姐，插花是牛长乐，清扫是玉兰姐。咱后周的讲道是咱的牧师，司会是江长乐，司琴是谢文姐，领唱是吴新兄，司弦是民兵执事甲我本人。交代是邦师兄甲春英姐，插花是江老师，清扫是素琴姐。咱来顶周的迄个出席的人数甲奉献的统计，请咱逐日来看。有出入的咱咱的迄个会计也是出入来提出见证。咱来看咱迄个周报正手面下骹金迄个本周的金句。今日的金句是《以弗所书》第6章11节。等下我用台语和日本来读一摆，大家三甲用台语和日本来读2摆，用华语来读一摆。《以弗所书》6章11节，得请上帝转付的证教，互恁会徛在来拄着魔鬼遮的规矩。请得请上帝转付的证教，互恁会徛在来拄着魔鬼遮的规矩。得请上帝转付的证教，互恁会徛在来拄着魔鬼遮的规矩。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抗魔鬼的诡计。以弗所书第6章11节。下面咱大家互相来请安，平安，平安，平安。咱做伙来唱上尾遍的诗歌，是圣诗第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引带，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保会打得洗清。圣诗第395首，请大家起立来吟宣首，吟诗刷咱请牧师来出道。
中间，无论面对着什么代志，拢莫袂记上帝甲咱同在，上帝的大气力赢过一切。伊疼咱，伊也袂离开咱。伊最后拢会得胜，赢过世间一切的邪恶。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恩典变照恁，也用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